怎么这样侮辱我的妹妹？他说你侮辱他的妹妹，你必须说清楚。公主殿下，在我们中国，王爷是可以有妻有妾的。如今呢，我们的王爷已经定了亲了。王爷是有妻有妾的，王爷定亲了。请问公主殿下，愿意给我们王爷当妾吗？请问公主殿下，愿意给我们王爷当妾吗？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。他说什么？你怎么这样侮辱我的妹妹？他说你侮辱他的妹妹，你必须说清楚。不是，你是个坏蛋。不是，还有怎么了？七姑，不好了，外面又来了一群人，快把大门砸开了！怎么回事？没让我们进去啊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来，我看看王爷。快，我们要看王爷。为什么不开门？开门！为什么不开门？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为什么不开门？让我们进去。我们要看王爷。我说小折子，开门，迎接贵客。快点，开门！我们要进去。我们要进去。夫人们、女士们，请里面坐，向里面走。请贵客们到欢餐厅迎大家，就坐。下午好。欢迎，我们满大总管请大家到餐厅就坐请。请吧。是啊，很美的。听说你们中国是男权主义，也有你这样的女管家支配男人吗？也有您这样女管家支配男人吗？听说你们洋人把女人很当回事，听说你们洋人把女人很当回事儿，我们王爷只不过送了个小礼我物，们王爷只不过送了个小礼物，怎么会惹得如此惊天动地呢？怎么会惹得如此惊天动地呢？那可能是太当回事了。我能看看你们的王爷吗？他能看看咱们王爷吗？哦，他觐见的时候您没看见吗？他觐见的时候您没看见吗？哦，那可不一样，在皇帝陛下面前，就是王后恐怕他也不好细说他这样的看身份不便细看。这么说，你们这儿也是男人当家了？你们这儿也是男人当家吗？哦，可不是嘛。夫人请。这么说，你有把握证明确实有2个王爷？对，秦王殿下，我能证实。好吧，我可以满足你这种顽强的向我表现欲望，不过必须有个前提，就是要保证我们这次让中国特使前来谢罪的总的宗旨不被破坏。请。这是使团驻地，没有王爷的许可，你不能进去。我要保护殿下的安全。也许没你更安全。放心吧，进到这里头的人，比在外头踏实。看见了吧，你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。我的脚！我教给你吧，这叫二鬼把门，把你那卫队的劲儿都使上，看看动的动不得。少校，少校阁下，你还是在外边坚守你的职责吧。看来，一个发明过罗盘、火药、造纸和印刷术的民族是不会容忍别的民族欺负的。您说什么？哦，您客气，这叫穷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反正我们是攥在你们的手心里了，豁出去了吧？请。我呀，把从我们大清国带来的小礼品送给各位。这是中国的礼品，送给各位。送给你，这是放蝈蝈的小笼子。这是放蝈蝈小笼子。谢谢中国朋友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的话。你瞧，这个是
老寿星，这是老寿星。这是天女散花，很漂亮吧？好了，能谈谈你们中国女人吗？是，这是关公老爷。哦，听说你们王爷已经向我们小姐这是红绒花，太好了。这个是吗？听说中国很漂亮，是吗？我说各位小姐，皇帝对你爱那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总管，这七嘴八舌，我到底听谁的呀？张大人，我先问问您，有骂咱们的吗？没有。那就行了，让他们问呗。齐国，你说这该死的，他怎么还不来呀？马上就要分戒指了。哎，是啊。真漂亮。上戒指，这样的民族会杀我们的公使吗？可是他们已经杀了。哦，那个可林的男爵我认识可凶了，也许是他先惹了中国人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他们中国人也是这么说的。但是他们毕竟杀了。可那毕竟是在他们的国土上，中国人并没有派兵到我们这儿来。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。对。各位女士，下面请品尝中国的小吃啊，请。少校先生，小心！少校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中国特使和利物浦亲王驾到。请。好，谢谢。您好。有道是这老婆贤惠夫少祸，这家门兴善朋友多啊！各位老少娘们儿，我这儿多谢了。中国特使大人欢迎各位女士的光临。这在我们中国呀，这穷有穷理儿，富有富论。来呀，在。把这个见面礼儿端上来。是了。上礼品。特使阁下有特别的礼品送给女士们。礼品到。诸位请先喝了这杯酒，这杯里的金溜子就归你们了。请喝完杯中的酒，里面的金戒指就是你们的了。别喝，千万不要把这金溜子喝下去，那肚子里可沉不住这玩意儿啊！小心，只喝酒，别吞金。按中国人的习惯，送给人家的东西，人家要是喜欢用，那就是好事儿啊。